一於個天人講，我嘅有情況跟我嘅目的嘅，雖然係好佢係想，但係我好興奮。大家好，我係一根科設格加教育，我有同大家天然啊，我要搞叔叔一上咗，我搞教育唔俾我工錢辦，我知點解，因為我已經睇過去，今日我去過哥哥姐姐高唔高，有咁高人搞過我，一招數都有啲唔好意思，聽哥哥講大家必須要跟住我記受出發呀。要出餅加油，然後去要經過鐵橋，透西鐵橋過後就要行一幾冇嗌油。你哋睇下呢個陽光幾正，一條行一號有時感覺另一次咁，嗰個太陽黐落嚟過年嗰個感覺我好過年啊。不過聽講又有十班個喎，雖然呢個也有高機嘅用，但係入唔到我嘅。哎呀，手機結果前結果個話就可以啊。我小有時呢一個大家希望知道係咩嘢，就係屬瓜果嘅果實，跟住嘅係一個嘢應該用喺我講嘢嘅嗰排乖曲話我佢話但係半眼啊很所隔開隔開兩開隔一個泡泡嘅位置天氣好邊上公告一個高先係報告個呀，喺呢個天眼咗新人妖我記受手啊，然之後就吸上行一行就去嘅時候有好高人我記着請講我記着好行啊行緊我好高意啊，點解行啊嘅時候右手邊會有雪卷六個嘅雪卷，然之後你哋聽唔聽得嚟行所隔去一幾用個公里右手邊一條有口就係可以俾你哋行入去嗰部嘅位置，呢個行入去嘅時候好快謝呀，真係下次係聖我好可愛，前面嗰個依一時我綠色我嘅時候最緊要嘅唔該要係很容易延伸噶，要係咁我添口水有條繩俾我一時食，如果唔係我應該有番薯噶啦，下到後行高咗去嗰個位置300個，如果都唔使求高到啊，也好寫位置優次喺手邊慢慢行，可以行過去機械嘅報告喺旁邊出食個大家一定要小心啲，經驗一個唔小心天生嘅話就好係失噶啦。啱高曲高這位是係呢哥哥竟然似計喎，不過嗰場時我好忙緊搞水，所以我冇這個計計，我哥哥會失望考過我幾日相熟，你哋睇下我後邊鋪瀑布因啊嗰個嘅超好計，都夠話唔可以去瀑布去玩水好翻就去喺下街玩水，我冇咩問題，就係呢個位置之水好高，我好中意啊，而且呢個嘅環境真係好靚，亦好似呢個位置起碼好似星期日嘅家可以過嚟呢個霹靂湖啊，視頻睇過呢個我有搞，佢話要跟我哋去玩嘢食，今次我哋去過今日唔識行過上屋面有燒嘢小白果小鱸魚飯福建麵烤飯跟我超少分時住朋友呢個嘅酥皮方面我有個話對個人好味10分就俾8分，又去自己個人好味，我自己個人好味嘅我唔中意，我有個馬家人我幾配合
去最後係快過我去食蛋糕。呢個嘢環境因下癮，不過好怪死意啊！廣告食蛋糕呢樣嘢，我就中意嘅蛋糕選擇點解好啊？咁我就咁，我要切切解咁係咁係，咁我食件啊！哇，好食啊！我好中意啊！到最後都係我一個人食晒，拜拜啊！嘅家姐同埋加油！